可以嘅。幫我可以成日我幫我去加計時咗1分鐘，1分鐘。係啊。好啊，而家我哋射球嘅比賽咧，我哋會喺另一邊場係開始嘅，咁就麻煩李思霄準備啦。麻煩我有一個場要清一清場啊！我哋要做射球比賽，第一隊嘅李思霄麻煩準備。李思霄，新隊係邊隊？我哋請第二組乙明射罰球嘅球員準備。我覺得平時你識上攬兩個達陣。一隊乙明一隊嘅射罰球準備。好啦，請第3隊11嘅射罰球球員準備啦。第3隊11射罰球嘅球員請準備。好啦，第3隊可以行去啦。第4隊 BTHC 射罰球嘅球員請準備啦。就唔使射啦。
啲。請準備射罰球。我換過你喎。好啦，下一隊啦，到安德烈。咁跟住斯塔嘅球員請準備。好，C 球隊請準備你嘅射罰球。
晒咧。係啊，OK。你講啦，對。好多球迷啊！好